Hello， 欢迎收看《高高共塔吧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高懂高呢？这里就是天空步道，现在全台湾有很多的天空步道，让大家可以在高空看美景。而说到高，客家话就是高，而很多游客走进来哦，都会觉得很害怕。东江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？透过镜头带大家一起去体验看看喽。最近台湾掀起了一股天空步道热潮，密集度最高的就是南投县。这些步道各有特色，航天空铺头四江，因为游客可以居高临下赏美景，还可以试试胆量。那我们中寮的那个空中步道哈，我们在海拔大概在700公尺左右哈。那我们是仿美国大峡谷哈一个 U 型的空中步道，采取透明的玻璃，蛮多游客来说蛮惊险的，很想看又有一点害怕的那种感觉哈。天空步道随眼狗，但游客是强，因为每一块玻璃都是强化玻璃，而且视野很开阔，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。以南投中寮来说，这个天空铺头就在龙凤瀑布的上头，真的相当有看头。中寮的天空步道真的很高，而说到高，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高高狗。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这里的专员陈大哥，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客家单字高狗狗。讲得很好哦！现在是暑假期间，大家不妨走出户外晒晒日光浴喽。站在平台上，可以欣赏南投秀丽美景，还有壮观的瀑布景观，全长35公尺。距离山谷有10公尺高，虽然有人会腿软不会行，但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这是很棒的体验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走这个天空步道，你们有走过吗？会害怕吗？你有惧高症吗？好了，重点是我们今天也跟着敏华学到新的词喽，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害怕，惊。第二个词呢就是高，狗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这句话就是走天空步道不用害怕。航天空铺头不是惊，航天空铺头不是惊。可是我光是看到敏华走就有点害怕了，所以敏华好厉害耶！好，我们明天见喽，拜拜。